瀨嘢啦，瀨嘢啦！嗱，所謂嘅百億大盤啊，直接腰斬啊，一個萬眾期待嘅超級航母啊，如今咧淪落為孤坐無援嘅獨舟啊！嗱，從規劃嘅減配到價格跌幅超50%啊，所謂嘅承諾咧，全部成為泡影。嗱，開發商嘅巔峰時期嘅狂歡啊，最終咧由一班港澳嘅業主街坊去埋單啊！嗱，呢個盤關唔關你事？咁多位街坊大家好，歡迎嚟到阿 Lam 嘅 channel。我相信錄呢一期咧會得罪唔少嘅街坊同埋同行啊。收到一名咧嚟自荃灣嘅街坊 WhatsApp 啊，話買咗中山嘅一個樓盤啊，收樓之後咧好嬲。當時咧個 sales 講得如何那般高大上嘅樓盤啦，但收樓之後咧感覺咧自己中咗伏啦。唔想話追究啲乜嘢啦，就純粹係想俾香港啲街坊知道呢一個樓盤。首先咧喺呢度咧，先多謝呢位街坊先啦。阿 Lam 嘅 YouTube 咧就係一個細嘅 channel 嚟嘅，流量唔高啊。如果喺國內嘅平台咧，阿 Lam 嘅流量咧係唔細嘅。但係呢一啲帶有明顯字眼嘅視頻咧，發展商咧會有好多嘅方法會令你落架啊。如果支持阿 Lam 嘅街坊咧，記得咧俾翻個 like 我啦，同埋 update 翻我呢個 channel 啊。嚟緊咧會創作更多嘅作品咧俾大家吓。咁你哋嘅支持咧係阿 Lam最大嘅動力啦。接落嚟咧，我將冒住得罪同行同埋觸碰到網上某啲博主嘅利益而揭開一個樓盤嘅真相啦。阿 Lam 咧就做營銷出身嘅，經歷咗大大小小唔少嘅樓盤對一啲開發商嘅種種套路咧，已經係叫做輕車熟路噶啦。今期咧同大家講嘅咧係一個港澳街坊中伏嘅重災區畫餅大盤啊！講緊咧就係呢個位於中山市石岐區岐港公路由中山華僑城實業發展有限公司所開發嘅一個樓盤啊！中山華僑城歡樂海岸天鵝堡項目啦。物業咧就係呢個華僑城嘅物業啊！當年咧呢個盤咧可叫係萬眾期待嘅一個項目啊！當其時呢個盤賣得非常之火爆啊！港澳嘅睇樓團咧亦都係一車接一車咁往呢邊送啊！亦都有唔少嘅大博主成交呢度啊！高光時刻啦，成交咧更係如日中天啊！開發商咧更係號稱係華僑城喺中山首個嘅住宅項目啦！咁就居住啦、商業啦、娛樂啦、生態於一體嘅大盤啊！咁項目嘅總佔地咧就有5.8萬平方，總建築面積咧去到23.7萬平方啊！容積率咧2.99，規劃咗12棟嘅高層住宅，總共咧有1619戶啊！當其時嘅規劃咧就好靚仔嘅，話要投資幾百個億喺呢度啊，打造配套有呢個咩文旅產業啦，咩5星級酒店啦，又話商業街啦、商業綜合體啦。但係依家呢啲所有嘅一啲承諾咧，全部係閹割版吓。業主都吐槽啦，呢個所謂嘅遊樂場咧，為我去過一次咧，都唔會再去第二次啊！寧願咧揸車遠少少就去到長隆啦。實質上咧，我覺得咧只有深圳華僑城係 OK 嘅。而中山嘅呢個盤咧，當其時呢啲規劃咧係好美好嘅，話咩高鐵啦、輕軌啦，就喺隔籬都吸引咗一大批嘅深圳啦同埋香港、澳門嘅一啲街坊啦，佢叫做係落搭埋單啊！咁咧就的確高鐵同埋輕軌咧喺隔籬啦，就好方便嘅。但係當時所有嘅銷售人員咧都唔會同你講嘅係呢個項目咧距離呢個高鐵咧就得90米嘅啫。文旅度假盤咧就秒變咗呢個高鐵嘅噪音盤啊！商業方面咧，當年規劃嘅歡樂嘉年華2期咧，而家就秒變咗山姆啦咁都叫做係有人接手啦。咁就科技樂園秒變咗呢個奇遇時光樂園啦，就俾中山嘅金馬所接手。咁而最重要嘅咧，同埋吹得最勁嘅咧，商業購物中心商業街呢個濕地公園全部爛尾啊！酒店咧已經起好噶啦，但酒店而家咧都要打包賣俾人哋啊！所有對購房者嘅承諾咧，全部當放屁啊！咁之前賣得好嘅
賣得貴嘅原因咧，亦都係因為呢啲所謂嘅配套同埋規劃啦。而家咧入邊裏邊嘅配套咧全部冇晒，個餅咧畫到咁大啊，而家咧全部 cut 晒啦。樓價咧更係直接腰斬啊，從22,000幾咧直接跌到11,000幾啊。我相信咧當其時買呢度嘅業主咧都係衝住上面所謂嘅呢啲配套嚟購買嘅。呢個咧就係活生生嘅一個例子啦。除咗以上嘅問題之外咧，項目現階段在售嘅戶型咧，同樣係好奇葩嘅。169方咧，居然冇辦法做到雙套間啊，而且咧得3個房，房間咧就係斗零咁細啊。217方咧，個客廳咧開間得5米，總價咧去到250幾萬啊。而呢個價位咧，我喺中山嘅任何一個新規產品咧都可以買得到啦。最緊要咧係一個號稱豪宅嘅項目啊，佢嘅物業管理咧真係難到透晒啦。收咗2蚊9毫9嘅物業啊，按道理嚟講咧應該提供1級嘅服務嘅，但係咧我諗佢真係冇提供到1級嘅服務咯。即就算以往再差嘅物業管理公司啊，都好少話有業主咧係企出嚟話成立業主委員會嘅所以大家睇到係一個小區嘅物業究竟有幾差咧？呢個咧亦都係一個項目價格腰斬嘅原因之一所以各位街坊咧買樓嘅時候咧，唔單止要睇發展商之餘仲要睇你呢個屋苑咧嘅管理係點樣嘅。阿 Lam 咧亦都整理咗中國而家100強嘅物業榜單如果有需要嘅街坊咧，可以掃一掃上邊嘅 QR 啦，我發俾你。睇到呢度咧，係咪值得俾翻個 like 咧？各位街坊，如果身邊咧有 sales 同你推介呢啲所謂嘅大盤千祈咧就要留個心眼啦，唔好因為眼前所睇到嘅嘢咧，又或者係個 sales 包裝所謂嘅項目自身配套而放低警惕啦，一味追求大社區而忘記咗自己本身原有嘅置業需求嘅初衷啦。阿 Lam 咧喺呢度咧就提醒翻大家啦，買樓咧真係要切記要識得分辨咧個樓盤嘅屬性啦，唔好俾項目所謂嘅規劃、所謂嘅配套而迷失咗判斷啦。大陸呢邊嘅置業方式咧，用香港嗰套咧係唔 work 嘅。大陸呢邊咧大地脈搏樓盤嘅屬性咧係分好多種㗎而唔係單單大家所了解到嘅咩嘅洋房住宅公寓寫字樓咁簡單喺大陸呢邊咧，大嘅範疇咧一般咧會分為市區盤、市郊盤、文旅盤、康養盤等等而我哋港人中伏嘅重災區咧，往往就係我哋上邊所提及到嘅文旅盤同埋康養盤正如我前面視頻所講到嘅呢啲盤咧，佢嘅流通性咧係非常之差嘅而接手嘅人群咧更係少之又少講緊咧就係康養盤實質上咧呢啲樓盤咧到你入咗手之後咧係冇辦法甩手嘅而接盤嘅人群咧都唔知喺邊。係嘛？呢個咧仲未算如果咧你遇到一啲臨危邊緣嘅發展商一旦發展商禮咗嘢咧，咁我哋咧就係最底層嗰個犧牲品啦。尤其是咧上咗一定年紀嘅長者佢哋咧往往咧會揸住你嘅心理喺某種程度上面咧避重就輕手有唔留意就一步一步咧被落踏入去啦。如果把持唔住咧，就最容易禮嘢啦。你試諗一下，一個發展商由睇中一幅地都叫做係諗方設法去競標啦，到規劃，到攞地，到動工，到開售上市，到物業入場，到交付，到運營，其中咧要經歷諸多環節而諸多環節裏邊咧係離唔開開發商嘅龐大嘅啟動資金同埋完整嘅一個資金鏈條要高周轉、高回款手有一個環節咧出現咗問題咧，就形成咗骨牌效應啦正所謂咧兵敗就如山倒一倒落去咧想爬起身咧就相當困難嘅自始至終咧最大嘅受害者咧就係我哋嗰班揞咗腰包嘅錢嘅嗰班苦主啦。一啲大型嘅發展商咧，往往咧喺唔同嘅城市咧，會有多個項目咧同時進行分散投資。喺呢度咧就特別要注意啦，尤其是一啲缺乏經驗唔上唔落嘅開發商市場咧稍有動盪咧，佢就會將啲錢咧
抽去第二啲生意嗰度。嗱，抗壓嘅風險咧就一般啦，手有不慎咧就難尾收場啊！一味咧就諗住呢個盤啊揾唔到錢，就喺第二個盤啊改頭換面咧猥瑣發育，繼續揾錢吓。咁啊嬲到幾多係幾多吓。嗱，而作為我哋一個普通嘅市民啊，一旦中招咧所帶來咧係一場災難吓。好啲嘅就叫一鋪清袋，損失慘重嘅。嗱，唔好嘅咧就真係銀行追數啊，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啊。嗱，呢種案例咧真係唔少噶啦。嗱，喺最後咧就提醒翻各位街坊啊，睇樓咧真係要實地考察啊。上面所講到嘅種種嘅情況咧，已經係成為咗國內開發商嘅常規操作啊。嗱，所以咧我哋買樓咧真係人生大事嚟嘅，一定咧要揾到靠譜嘅 agent 去把關吓。仲有咧每個環節咧就要重重去考察啦，以免中伏啊。嗱，如果有啲咩唔確定嘅，又或者係有以上經歷嘅街坊可以喺評論區留言，亦都可以留言翻俾阿靚咧進行報料啦。等阿靚咧幫你去曝光呢啲所謂嘅無良黑 sale，可以掃我哋屏幕上方嘅 QR Code 說明情況啦。阿靚咧會俾翻專業嘅意見，亦都可以幫你定製專屬嘅置業計劃啦，同埋睇樓動線嘅，喺最大程度上面咧可以幫到你中伏啦。嗱，好啦，今期嘅視頻咧就到呢度啦，我哋下期見。